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。人生梳理師嘅人生故事，被歧視嘅需要。而家最適合修行嘅寺廟就係城市。正如人生嘅靈性科學一行禪師系列裏面所講，我哋出生之前已經仔細咁樣計劃咗，我哋想響邊一度出世。城市就係道場。喺我進入呢一個道場之前，我選擇咗出生於好接近香港又非常靈性嘅大地——廣東一個荒蕪嘅小村。我嘅靈魂明知道去到香港之後就要經歷被歧視為大陸妹嘅日子，但係選擇一個遠離煩囂社會嘅一片靈性大地出世，對於我嚟講非常之重要。重要到我寧願被歧視，亦都值得選擇唔直接響香港出世。我並唔係話響香港出世有咩問題，呢一個完全就只係關乎我自己嘅人生使命，所以我需要出生於一個落後嘅小村。喺人生嘅頭7年入面，我生活於嗰片神聖又富有活力嘅大地上面，嗰度非常荒蕪。幾乎連電同埋供水都未有咁原始嘅土地，我喺嗰度感官得到非常好嘅發展。我同嗰一片靈性嘅大地發展出緊密嘅連結。正如 Christian Community 所講，神就活喺我哋身邊，佢可以喺每一棵稻米裏面，可以喺每一條小草裏面。咁我嘅童年就被神嘅生命力緊緊咁樣懷抱住，滋養住。當然，我亦都感受到大地嘅脾氣同埋憤怒，仲有陰陽力量嘅角力同埋平衡。大宇宙嘅智慧就潛藏響呢一片純潔嘅大地當中。明白呢一片大地點樣生生不息咁樣運作，陰陽力量點樣介入每一條小草嘅生命裏面。目睹大自然嘅花朵點樣盛放，又點樣枯萎。宇宙嘅智慧一直都透過呢一片神聖嘅大地傳遞俾我哋每一個人。呢一個幼童時期嘅經歷，縮短咗我對靈性發展嘅學習期。呢一啲靈性世界嘅秘密，呢一啲艱深嘅靈性書籍裏面所描述嘅文字，勾起我喺潛意識裏面喺我幼兒時期已經學會咗嘅關於宇宙嘅智慧。呢個係我點樣理解我要經歷啱啱嚟香港俾人歧視嘅痛苦經歷，因為我嘅靈魂想從鄉村裏面獲得宇宙智慧，然後將呢一種智慧帶到呢個大城市嘅道場裏面，令到我更加有能力協助你哋喺靈性上面得到成長。